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香港版的国安法，伫去年6月底开始来实施。讲咱台湾伫香港有2笔不动产，是徛伫新界的建物，这个市值大约是4亿。讲上歹的状况是由阿强甲咱没收。陆委会主委邱泰山讲，会甲相关的单位找出着上好的处理的模式。不过，因为国有财产法无来修正，所以这2笔国有财产到底是算境外，或者是境内，这嘛互国产署甲立委有无共的见解。邱泰山是认为讲，至少会当作第三地来解说。去年6月底，中国通过港版的国安法，香港一国两制名存实亡。即嘛互台湾伫香港的国有财产有可能互中共没收。假设性甚至过度预测了哈。那确实，我们在香港目前还有2笔这个财产，确保我们这个国产的。我想，我们的相关单位一定会找出一个最好的模式。目前台湾伫香港有2条不动产，一个是伫九龙半岛尖沙咀的旧建物，目前是海华基金会使用协助港人来台湾就学的业务；另外一个是伫新界教育部督导管理，过去捌租予珠海学院，目前租予香港浸会大学，市值大约4亿。不过国产署讲，这2条香港的建物算是境内财产，引起批评。香港的财产本来就应该算境外，国产署应该是很清楚的来界定，重新来界定，本来在中国或香港，他们这些土地就是算国外的土地。香港的财产，事实上包括大陆，现在都还是算是在我们的境内啊。其实按照法律，这个事情是不符合实行的，我们应该去修相关的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》。毕竟港澳地位特殊，民国58年笃定的国有财产法无对情势变化修正。港澳地区的财产是由这个陆委会主管。1997或98的时候呢，那香港这样的一个情势变化呢，当时没有去注意到这个样的一个特殊性，适用上面用第三地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啦。陆委会认为，两岸的情势有真侪特殊的状况，法律部赶紧调整，就会产生认知理解的差。强调会向外交部说明清楚，问题应该会当解决。